一個為咗生計終日奔波嘅報社小編輯，一個係唔做嘢而四處旅行嘅怪人。佢哋講述住一個個離奇嘅故事，看似平淡嘅一言一語，竟然步步暗藏玄機。Show FM 網絡電台首發異聞錄，每晚一個離奇故事。第22夜，掩術。編譯阿羅，播講阿玲。唐貞觀末年，長安妖氣縱橫，多方術士集結於城，設壇作法，以致民心恍惚，民智頓結。唐太宗斥之為掩聖之術，並下令廢之。其法列入唐律。我停低落嚟，放低本書，唔通真係有掩術？從湖度返嚟，紀顏通知咗當地嘅村民，唔好再接近嗰個湖啦。湖入邊嘅魚差唔多都死晒，除非發現湖入邊重新有活物生存。呢幾日比較忙，大家見面都少咗。每次約樂雷出去食飯，佢都係以工作繁忙為借口拒絕咗。就嚟到聖誕，或者嗰一日佢應該會得閒啩。手頭嘅工作忙完，伸咗個懶腰，晏晝有啲時間，大家可以聚下食個晚飯。講起身都有段日子冇見到李多，啱啱諗到呢度就接到咗佢嘅電話。大編輯，天氣咁凍，晚黑我哋約紀顏哥哥同樂雷姐姐去打邊爐咯。佢把聲依舊係咁趣致，令人聽咗有為之一笑嘅感覺。我問佢係咪已經話咗俾樂雷聽，佢話已經講咗，反正樂雷都得閒。呢下聽落真係令人心頭為之一震。收咗線，坐喺電腦前邊等放工。雖然覺得時間係過得好慢，但外邊嘅天漸漸就黑咗起身。我着翻啲衫去接樂雷，順便同佢一齊去季季紅。呢個火鍋店係當地最大最有名。冬天幾個老友記聚埋一齊打邊爐傾下偈，恐怕冇咩嘢好得過咁樣嘅啦。去到嗰陣，紀顏同李多已經到咗，互相寒暄咗一陣。李多好興奮咁摸住自己嘅耳仔，指住同我講：你睇下，我又加多咗2個耳釘啊！我一睇，果然隻耳仔上邊穿滿咗耳窿，幾乎都要連成一排。我擰頭苦笑，或者佢所追求嘅，我實在係難以理解。反而紀顏不置可否咁睇一睇，跟住又繼續去點菜。李多有啲唔爽，不過好快食嘅嘢上嚟之後，打邊爐嘅蒸氣又將嗰啲唔高興全部都分走晒。樂雷顯得有啲疲憊，雖然唔多出聲，但睇得出仲係幾開心，同李多有一句冇一句咁傾緊偈。食到一半，我諗起嗰個掩術，就問佢哋：你哋知唔知掩術到底係咩？有咩用嘅呢？紀顏啱啱將一塊雪白嘅羊肉夾咗起身，聽到我問話就放低一筷子。掩術係有嘅，有人話古時候嗰啲江湖藝人嘅表演手法，亦即係魔術，但亦都有人話掩術係妖術或者係邪術。
野史度記載講啊，康熙皇三子胤旨揭發當時嘅大王子胤禔利用喇嘛嘅掩術，對當時嘅太子，亦即係康熙嘅第二仔胤瑩實施咗掩術，令到佢呢心智大亂，結果啊俾康熙廢咗。不過呢啲都係傳言，我睇呢，其實後嚟嘅掩術好可能係一種比較高級嘅催眠術。紀顏講完，諗住夾翻嗰塊羊肉，點知發覺已經俾李多食咗。李多仲對佢做咗個鬼面，紀顏唯有無奈咁又去夾另外一塊生羊肉。我啊問，咁後嚟呢？掩術呢起源於殷商，盛行於唐，然後慢慢就衰落啦。果然同書裏邊記載嘅一樣。洛雷忽然間就問咗一句：咁你有冇見識過真正嘅掩術啊？紀顏即時係答唔出啦，咁都幾少見。佢少少冇出聲。呢下輪到李多急啦，不停咁扯住紀顏嘅衫袖，講啦講啦，有冇啫？點講呢？我都係從上一輩嗰度聽講過一啲關於掩術嘅傳說。我嘅祖父對呢方面呢就非常有研究，但都僅僅係限於研究，因為佢認為有一啲嘢係人力冇辦法涉及嘅。不過當然啦，我嘅爸爸並唔係咁認為。第一次聽到紀顏講到佢爸爸，我哋都好驚訝。佢好少提及佢爸爸嘅事，即使係李多，都係淨係偶然間見過紀顏父母兩面。大家都放低筷子，聽紀顏講。隔籬雖然係人聲鼎沸，但我覺得似乎呢一張台係被隔開咗咁。嗰陣時呢，我爸爸比我而家仲大一啲，佢對呢類嘢好感興趣。掩術就係佢當時極力追尋嘅一種。雖然從我祖父嗰度得到咗一啲關於掩術嘅來歷同基本知識，但呢啲遠遠都滿足唔到佢嘅好奇心。所以佢做咗一個令我祖父非常之嬲同埋擔憂嘅決定，就係去揾掩術嘅真正傳人。佢並唔清楚佢呢個決定將會俾佢帶嚟好大嘅轉變。不過要揾一個而家已經消失咗1000幾百年嘅術，邊有咁容易啊？甚至而家到底存唔存在都係個問題。爸爸當時向學校請咗1個學期嘅假，功課對於佢嚟講唔係問題，佢需要嘅係時間。半年對佢嚟講係一個預算，如果唔夠，佢就需要先返去修滿學分，再繼續去探尋。就咁樣來來去去咗2年，不過佢居然仲係如期咁畢咗業。喺畢業之後，佢卒之揾到咗一啲端倪，咁多年追尋嘅目標卒之有咗啲眉目。爸爸了解到喺河南，亦係殷商朝以前嘅統治中心朝歌附近，生活住一個奇特嘅氏族，冚唪唥都係由女性組成嘅。佢哋居然掌握住最古老嘅掩術，於是爸爸決定去睇下。嗰年係1982年，爸爸獨自一個人風塵僕僕咁嚟到咗河南省淇縣。作為曾經嘅一國之都，而家已經冇咗數千年前嘅嗰種宏偉壯麗。但係爸爸話，佢嚟到呢一度，仲係感覺到嗰種冇辦法磨滅嘅震撼感，無處不在嘅，但又講唔清楚係真定係假嘅古代遺跡，時刻都提醒住來往嘅陌生人佢嘅價值。爸爸喺呢度逗留咗1日，就開始揾嗰個傳說嘅女性氏族。
據講，真正嘅染術發源嚟自於太古時代嘅女性祭祀。喺父權尚未形成嘅時候，女性佔據住主導嘅地位。祭祀呢一種神秘嘅儀式都掌握喺女性嘅手入邊。嗰陣時，男巫啊稱為核，核係巫字嘅從屬詞，可見當時女巫嘅地位。所以真正嘅染術只能由女性使用同傳承。呢個亦都係點解爸爸相信呢個女性氏族掌握染術嘅原因。不過佢喺祈願周圍揾咗好多日都毫無頭緒，直到有一日，當地出現咗一件非常奇特嘅事。一位上咗年紀嘅村民得到一種怪病，爸爸覺得好奇，就即刻嚟到患病村民屋企。紀顏講到呢度停頓咗一下，然後接住講，後嚟發生嘅事，我覺得仲係用爸爸自己親口敘述比較好。我嚟到咗嗰位村民嘅屋企，嗰間係當地最簡陋嘅民房，係嗰種用簡單嘅泥土混合住草木搭建，周圍都係脫落成一片片嘅牆皮，感覺好似隨時都會坍塌咁。但畢竟係咁講，呢啲民房仲係伴隨住使用者經歷咗好多風雨嘅。住喺呢度嘅老人姓魯，周圍啲人都叫佢做老四爺。佢係參加過抗日戰爭，不過佢係國民黨嘅士兵，喺解放戰爭嗰陣又被俘加入咗解放軍。經歷文革之後，老人仍然係孤身一人。好在佢平時待人係平和，大家都將佢當成係自己嘅長輩看待，所以老四爺屋裏邊而家正圍住好多人。我慢慢行到人群邊，雖然佢哋好快就發現我並唔係村入邊嘅人，但係知道我係嚟探望老四爺嗰陣，仲係非常友好咁俾我入去。房入邊唔大，但係好乾淨，幾件簡陋嘅家私擺放得好整齊。室內好暗，不過借住日頭嘅陽光，仲係可以見到瞓喺嗰張舊竹床上邊呻吟緊嘅老四爺。如果驟眼一睇，實會俾佢嚇一大跳。佢個頭啊，好似一個充滿咗氣嘅紅色氣球，頭髮一條條咁豎起身，好似隻刮咗部分毛嘅刺蝟咁。本來應該布滿皺紋嘅額頭，反而變得平滑凸起，到處都係鼓脹凸起嘅青筋，眼都眯唔埋，充血嘅眼球幾乎都要凸晒出嚟。我行埋去問隔籬一個着得得體啲、戴住眼鏡、皮膚白淨嘅後生仔：佢咁樣幾耐啦？嗰個後生仔俾我咁樣問，似乎有啲唔高興，不過仲係逐隻字咁講：我叫白楊，係呢度嘅組織幹事。我都覺得好笑，心諗我又冇問你係邊個，我淨係想知道老四爺咁樣幾耐啫。我唔客氣咁頂咗一句，白楊塊面啊紅咗下，佢啊推咗推眼鏡，稍微克制住情緒。成個禮拜啦，開頭淨係話頭暈眼花，跟住就開始頭赤，去縣醫院檢查都查唔到啲乜嘢。係啦，你又係邊位啊？老四爺嘅親戚啊？白楊帶住挑撥咁問我，我懶得理佢。老四爺嘅症狀同傳說入邊染術嘅一種血沖發作特點好類似，大量嘅血積聚喺腦部，開始唔會有太大反應，甚至好容易被理解為高血壓。
但時間耐咗就好危險。而家佢嘅情況好差，唯有先暫時放血，再問下佢到底係乜嘢回事。聽到呢一度，我問咩話？放血？紀顏啊話放血呢，其實係一種中醫療法，對一啲病痛有緩解作用。中世紀之前都係最主要嘅治療方法。當然啦，咁樣就唔係萬能嘅，而且唔可以亂放，要從特定嘅穴位，仲要注意放血嘅數量同埋時間。紀顏解釋完，又繼續講落去。好在我曾經研究過針灸，但係以我嘅醫術，恐怕最多可以令老四爺暫時恢復下神智，不過應該都夠我去揾出病因嘅。我拎出自己帶住嘅銀針，本來係諗住旅行嗰陣發生意外自救用嘅，估唔到居然仲派上咗用場。頭部嘅放血非常之講究，我先叫大家將老四爺搬出屋，天氣唔錯，曬下太陽可以幫助血氣運行，可以令放血更加有效率。大概10分鐘之後搬返入房，老四爺而家啲血管好脆弱，唔適合用切邪靜脈嘅方法，所以我淨係用消毒嘅銀針拮佢頭部同頸動脈。頭部同頸部放血嘅部位有21個，金柱脈1個，銀柱脈1個，枕骨脈2個，衝門脈1個，小尖脈2個，喉脈1個，舌脈2個，面頰動脈2個，眼脈2個，鼻尖脈1個，耳脈2個，顳脈2個，齒脈2個。銀針唔夠多，我唯有依次咁拮落去。由於比較繁瑣，大概忙咗2個幾鐘頭，放咗2碗左右嘅鮮血。因為怕佢年紀大失血過多，仲專門準備咗鮮牛血，仲有凍水同繃帶。不過效果係幾好，一切都好就手。老四爺個頭即刻細咗好多，人都慢慢恢復返知覺，冇充血嘅症狀。呢下大家都好開心，紛紛都過嚟多謝我。當然我知道，除咗一個人，嗰個就係白楊，佢已經唔見咗。老四爺仲係非常之脆弱，我叫大家幫手整咗啲活血補血嘅食品。又過咗1個鐘，佢卒之可以開口講嘢。老四爺慢慢咁講，大概係幾日前啦，我煮飯嗰陣就發覺有啲唔妥啦，不過當時就唔係好在意。煮飯？睇到老四爺好返，隔籬鄰舍都返歸，而家就剩返我同老四爺喺屋入邊。佢先係多謝咗我一番，然後我問佢最近有啲咩唔妥咁。係啊，我感覺隻眼一陣刺痛，然後見到啲嘢都係血紅色嘅，好似罩咗塊紅布咁。後嚟休息咗一陣又好返，不過最近發作就越嚟越頻繁，而且經常發夢啊。夢入邊成日見到一個後生女戴住一個古怪嘅面具，不過我見到佢右手拎住一條2尺幾長嘅青蛇，企喺嗰度，旁邊似乎仲有好多赤裸住上身嘅男人，亦都係戴住面具嘅，跳住嗰啲好奇怪嘅舞蹈，一路講住啲我聽唔明嘅話。每次醒返個頭就好痛，而且塊面紅到好得人驚啊！
老四爺一邊講，一邊指住自己塊面。我一聽，即刻聯想起《山海經》嘅海外西經，記載住無咸國在呂丑北，右手操青蛇，在登寶山，群無所從上下也。唔通老四爺真係中咗自己一直苦尋嘅掩術，得到咗血沖？放血不過係治標嘅辦法，唔使3日，老四爺又會發作，而且會更加犀利。最後嘅結果係會導致眼球爆裂，五官流血身亡。時間無多，我必須要揾到使用掩術嘅人。有記載，對人用掩術，一般都會通過夢做介體。睇嚟果然係真，而且使用者唔會離到太遠，只要喺附近搜索下，應該會有啲收穫。我抱住呢個諗法，喺四周圍到處咁打聽，有冇人見到過咩奇怪嘅女仔，但係毫無進展。時間好快就到咗夜晚，由於暫時醫好咗老四爺怪病，我受到咗大家熱情嘅款待。我問佢哋喺呢度有冇曾經見到過啲咩奇怪嘅人或者係怪事，不過佢哋諗咗半日都冇咩料到，最後一致咁講，村入邊最怪嘅就係白楊兩父子。我飲咗杯佢哋自己釀嘅米酒，問白楊，一個後生仔神神秘秘咁講：係啊，你唔係問我呢度有啲咩怪人咩？我覺得啊，佢哋兩父子恐怕係最怪異嘅咧。旁邊嘅人就隨聲附和佢。另外一個大叔啊講：係啊係啊，佢哋兩父子咧，大概喺20年前突然間出現喺呢度嘅，不過都仲算比較本分。雖然我哋都覺得奇怪，點解見唔到細路阿媽嘅呢？不過呢啲始終都係人哋嘅私事，我哋淨係喺背後議論下咁啊算噶啦。我話咁都唔算係咩怪事啊，單親都好正常啊。佢哋見我唔在意，又急住講，梗係唔算咩啦。不過佢哋兩父子，尤其係白幹事個老豆啊，成日蒙住塊面嘅，而且人聽過佢講嘢啊，陰聲細氣咁，成個女人咁嘅，好少出門口，都唔知道佢呢20年係點樣將白幹事養大嘅。白幹事呢，都仲算有啲本事，高中畢業之後喺村入邊做咗組織幹事。做嘢仲得，就係待人接物就差咗啲，成日扮晒嘢，咩都揸正嚟做。佢讀書嗰陣啊，大家都好照顧佢噶，畢竟佢係我哋呢度文化水平最高嘅。嗰個大叔飲完碗米酒，講到眉飛色舞，我暗暗咁記低咗呢啲事。不過今日都好晏，我決定第2日就去白楊嗰度睇下，或者會有啲咩收穫。一個為咗生計終日奔波嘅報社小編輯，一個係唔做嘢而四處旅行嘅怪人。膽識過人嘅佢哋，穿行於古老嘅鄉村同埋喧鬧嘅都市之間，編織住好似預言一樣嘅精妙嘅詭異世界。Show FM 網絡電台首發異聞錄，每晚一個離奇故事，就等我哋一齊去領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同埋暖人心窩嘅異事奇聞。
第二日，我按照佢哋嘅指引嚟到咗白羊屋企。我係特登等佢出去上班先過去拜訪，原因係好簡單，實在係唔想見到佢副尊容。白羊屋企並唔好得個老四爺屋企幾多。河南嘅季節變化好大，雨季又多，而6月份之後陽光照射又強，大多數嘅磚瓦屋喺沖刷暴曬之後都變成咗泥牆。不過白羊間屋似乎係用石頭砌成，非常之光滑。周圍咁大笪地，就得白羊一戶人，睇嚟佢哋兩父子唔係幾中意同人相處。我喺門口啊嗌咗幾聲，過咗一陣，道門一聲開咗一部分，啱啱好一個頭咁大啦。我喺度諗緊，點解冇人嘅呢？於是啊彎低腰裝個頭入去睇下，結果一對眼啱啱從裏邊裝出嚟。我未見過呢種眼嘅，或者應該講係眼球仲好啲。我當堂滯呆咗幾秒，但我好快意識到咁樣對望落去，自己會有被催眠嘅危險，即刻挺起身避開咗對方嘅眼神。我幾乎係唔敢相信，因為嗰對眼嘅瞳孔係細長形，就好似啲動物咁。你係白大叔啊？我友好咁伸出手，入邊嘅人咗一聲，但係冇出門口嘅意思。我企喺外邊啊，好尷尬，就再次同佢解釋。我想同你傾下，唔知得唔得呢？我係白羊嘅朋友嚟嘅。雖然我唔想用呢招，不過睇落呢位阿叔啊唔係幾 nice。果然啊，佢似乎有啲相信，打開咗棟門，仲招手示意我入去添。一入去，佢就將棟門重新關翻，然後居然點咗盞煤油燈。室外陽光燦爛，居然喺室內點燈。咁樣做只有一個原因，佢怕太陽。就算喺室內，佢都係用白色嘅圍巾包住個頭，淨係露出對眼。佢嘅頭頂一條頭髮都冇，但係就生住粗糙唔平，好似鱗片咁樣嘅皮膚。我見屋入邊唔似係兩個大男人住，非常之乾淨整齊。木台上邊擺住兩副碗筷，睇嚟佢仲未嚟得切收拾。我開門見山咁問佢：你嚟呢度好耐噶啦？以前有冇喺附近呢一帶聽講過有一個女性嘅氏族啊？你就係嗰啲唔多同外人接觸，族入邊都係由女性做首領嘅呢？點知佢根本就唔睬我，不過眼神就顯得好不安。你問呢啲嚟做咩啊？佢把聲真係好似村民所講，細長而且刺耳，就好似啲指甲搲喺黑板度咁，聽起身好唔舒服，而且仲帶住好嚴重嘅鼻音添。我話好直白咁講出我嘅目的。我有啲好奇，我係學歷史嘅，聽講喺呢一帶有個氏族會使用染術，所以想嚟睇下。染術？白羊嘅爸爸失聲咁嗌：我勸你快啲返去啦，唔好知道咁多啊，到時出事你就後悔啦。講完就另歪面，唔再出聲。出事？出乜嘢事啊？你指嘅係老四爺？我繼續追問佢。白羊嘅爸爸哼咗一聲：老四係自己攞嚟嘅，楊子返嚟
將佢嘅病情一講我聽，我就知道係佢做嘅。佢？我打咗個突。白羊嘅爸爸果然係知道啲秘密，不過佢好快就發覺自己講漏口，即刻收聲。無論我再點樣追問，佢都粒聲唔出。我唯有改口啦，問佢點解老四爺會中咗血沖呢？呢個問題白大叔反而答得幾爽快。老四當過兵，以前佢經常對大家吹噓自己當兵嗰陣嘅事。佢話自己有次打仗嗰陣俾敵人圍住，冇晒糧食，就四周圍打啲野生動物嚟食。佢自己仲監生飲過蛇血。如果係一般嘅蛇血就算啦，不過佢飲嘅係蛇王血啦。我驚訝咁問：蛇王血？冇錯，佢具體描繪咗嗰條蛇，長有3尺，碗口咁細，白皮，頭上邊有黑色嘅斑紋。所有嘅蛇都係冬眠嘅，唯獨蛇王係夏眠嘅，所以佢先咁容易捉到蛇王。唔知佢算係好彩定唔好彩。蛇王並唔係咩稀奇嘅寶物，本身亦都冇毒，但係佢嘅血就非常之劇烈、腥寒，而且極具靈力。老四話當時仲係盛夏，結果佢一飲落去就成身發涼，好似入咗雪櫃咁。雖然後嚟好返啲，但係咁多年嚟，一到咗嗰日都仲係會成身發冷啊！我又問：咁點解直到今日佢先爆發血沖呢？白大叔話：蛇王血必須要有外力牽引先會發作，就好似夢之類嘅。有時報應呢啲嘢都講唔埋嘅，唔一定即時發作，命入邊都係安排好晒㗎喇。我聽講你琴日靠放血暫時救咗佢一命，不過你仲係唔好強逆天意，到時怕連你自己都會有危險啊！我繼續追問：你講嘅牽引應該就係掩術啩？不過佢係將個頭擰埋咗一邊，打死都唔再講落去。最後我唯有告辭。佢將我送到門口就冇再出嚟。不過佢仲係同我講：後生仔，我知道你唔係楊子嘅朋友，我見你為人善良，先同你傾多兩句。不過我再講一次，唔好再理老四嘅事啦。佢係自作自受，係佢自己種嘅因，你仲係擔心自己把啦。仲有啊，如果你願意嘅話，搵楊子傾下啦。佢成日話自己喺度一個朋友都冇，我又係個連門口都出唔到嘅人，佢都幾淒涼噶。講完嘆咗啖氣就閂返棟門。我認真諗咗下白羊爸爸講嘅嘢，睇嚟
佢仲係隱瞞咗好多嘢。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，佢絕對同掩術有關。我啱啱轉頭想翻去，點知身後邊係企住一個人，唔係第二個，正係白羊。面對面先發覺佢啲皮膚啊真係好白，白到得人驚嘅，連女性都好難揾到咁樣嘅膚色，仲有鮮紅嘅嘴唇同埋尖尖嘅下巴，成個女仔咁樣。你嚟我屋企做咩啊？佢一開聲就唔似係女仔，黑色粗框眼鏡後邊嗰對死魚眼係咁及住我，就好似我係嚟偷嘢咁。我忍住冇發火，盡量溫和咁同佢講，我係嚟搵佢爸爸嘅。點知佢係發晒癲咁大嗌：我爸爸唔會見你嘅，快啲走啊！唔好騷擾我哋嘅生活。我見佢有啲歇斯底里，即時係覺得應該避開下。唔係有人講過咩？同癲佬計較，除非你都係癲佬。於是我急急腳咁翻到去老四爺屋企。果然佢發作嘅時間比我預料嘅快咗好多，條頸已經開始腫起身，塊面亦都紅晒，淨係瞓喺床嗰度。因為琴日先放過血，短時間係唔可以再放。何況佢年紀咁大，大量失血，無疑係等於自殺。就喺我冇晒辦法嗰陣，一個更加驚人嘅消息就傳嚟：白羊嘅爸爸突然間死咗。消息係白羊話俾大家聽，就係啱先，佢仲隱晦咁話，係喺我走咗之後，佢入屋發現爸爸已經死咗。唔知發生咩事嘅村民都帶住奇怪嘅目光望住我。我幾乎係俾班村民架住嚟到白羊屋企。果然啊，啱啱仲同我對話嘅白大叔安靜咁瞓喺木床上邊，塊面依然係包住白巾。如果話佢係俾人殺死嘅，我淨係懷疑一個人。盡管我好希望我嘅懷疑係錯。你走咗之後，我一入去就發現爸爸已經唔得啦，幾乎係出氣多入氣少。過咗冇耐，佢就死咗啦。講完，白羊仲喊咗起身。我冇理由去害白大叔噶，我先到咗呢度幾日啫，今日我先第一次見到佢。我啱啱講完，大家又開始議論。的確，話我殺死白羊嘅爸爸，動機未免係太牽強。白羊反而冇講嘢，一味喺度喊。老實講，我見佢咁喊法啦，一啲同情嘅感覺都冇，反而係覺得佢好做作。大家冇辦法，最後嘅決定先將我留喺村入邊，但所有嘅行李同證件都要拎去交俾村委會保管，等事情查清楚之後先還翻俾我。我都唯有答應啦。事實上，我而家等於俾人軟禁喺度，不過我就冇乜所謂，喺呢度留耐啲都好嘅。村民漸漸一散，天氣又好熱，屍體已經有啲味道，大家想幫白羊將條屍搬出去，佢點都唔肯，話要陪多佢爸爸一晚。我冇走，因為我相信白羊會有嘢同我講。天都黑晒之後，果然喺角落頭喊咗好耐嘅白羊終於企咗起身，去洗咗洗面，又將衣服整理咗一下，戴翻副眼鏡，重新企喺我面前。我首先問佢：你應該最清楚，我冇殺你爸爸。
而且你爸爸嘅死因到底係乜嘢？的確，爸爸唔係你殺嘅。佢嘴角戚咗下，鮮紅嘅嘴唇加雪白嘅牙齒，就好似啱啱撕咬完獵物嘅動物咁。你唔好話俾我聽，係你親手殺死自己爸爸噶！我忍住怒氣，畢竟同白大叔傾過偈，覺得佢仲算係一個善良嘅人。如果唔係，都唔會一再提醒我注意安全呢。唔可以完全話係。佢笑笑，好似講緊其他普通人嘅生死咁。我實在係撳唔住我把火，企起身執住佢嘅衫領，一拳就打落佢塊面度。我好少發嬲，更加好少打人。不過呢一次唔同啊，佢成個人好似斷線風箏咁飛咗出去，跌喺白大叔張床旁邊。奇怪嘅係，佢居然冇還手，淨係爬翻起身，坐喺度低頭冷笑。我好詫異佢嘅表現。睇你談吐舉止同穿着，你屋企應該幾有錢，衣食無憂，享受父母長輩嘅寵愛。佢依然係坐喺地上邊，耷低頭。我見唔到佢嘅表情，不過覺得佢嘅語氣好冷酷。白羊繼續喺度講：你肯定想象唔到，同你同齡嘅我係點樣成長。貧困、孤獨、俾人嘲笑，都唔算得上係乜嘢，因為同我所受嘅苦相比，呢啲都係小兒科。間房就得我同佢兩個人，仲有一具腐爛緊嘅屍體。我知你喺度揾緊乜嘢，因為我同爸爸就係喺嗰度嚟嘅。白羊突然間講咗一句令我震驚嘅說話，唔通佢哋就係使用掩術一族嘅人？不過嗰個氏族唔係全部都係女嘅咩？你一定喺度諗緊我哋嘅身份。你有冇見過蜜蜂啊？蜂后係整個統治嘅最頂層，雄蜂不過係用嚟繁衍後代嘅交配工具。喺嗰個氏族入邊，男人最多係用嚟繁衍族人嘅工具同勞力，而且終生唔俾離開嗰度。我爸爸就係一隻雄蜂。我繼續聽緊，但係依然驚訝到冇辦法控制咁發出啊咁一聲。但係平衡被打破咗，會使用掩術嘅佢哋，按照而家呢個社會嘅稱呼，應該係我嘅阿姨同我媽媽。佢哋逐漸脫離咗社會，居住喺一個邊個都冇辦法揾到嘅地方，以佢哋嘅方式繼續生活。掩術使佢哋可以同神靈交流，甚至可以暫時擁有神靈嘅力量去懲罰凡人，幾乎成為咗神靈嘅代言，為神執掌獎罰。老四爺就係其中嘅一個例子。本來佢哋希望我係個女仔，可以繼承氏族嘅掩術。不過佢哋意外咁發現，我居然係一個怪物，一個男唔男、女唔女嘅怪物。白羊忽然間聲嘶力竭咁嗌：係嘅，一個既冇辦法繼承掩術，又冇辦法承擔繁衍後代嘅怪物，根本就冇生存落去嘅資格。
當我即將俾自己媽媽處死嗰陣，我嘅爸爸而家瞓喺度嘅嗰隻雄蜂企咗出嚟，喺佢嘅哀求之下，我得以生存。不過代價就係我哋兩個永遠都要離開氏族，而且為咗唔俾氏族嘅血脈外洩，佢哋對爸爸實施咗閹刑，仲對佢落咗閹術。我一直喺度聽，不過發現自己一路喺度打震。忽然屋入邊就光咗起身，白羊居然點咗盞煤油燈。白羊面無表情咁拎起油燈，行到木床，將燈遞到冚住白布嘅屍體前邊。白羊帶住挑撥嘅神情望住我，好似開玩笑咁問：你想唔想睇下佢塊面係點樣㗎？仲未等我回答，佢一手就將條白布扯落嚟，出現喺眼前嘅係一塊恐怖嘅面。除咗對眼，其他部位幾乎都唔可以稱之為五官，冇鼻哥，冇嘴唇，冇耳仔，空蕩蕩嘅面上邊布滿咗閃閃發光嘅鱗片，剩低中間有兩個氣孔。你見到未啊？自從我細個開始，就日日對住呢個樣。20年嚟，我每日都發噩夢。我忍受住其他人笑我從來都唔去廁所，笑我孤僻，笑我冷漠。你以為我想咁樣咩？我恨佢。點解佢當初唔俾我去死？等我喺呢個世界上受埋呢啲罪。白羊指住床上邊嘅屍體喺度鬧。我問：真係你殺咗佢嘅？唔係，係佢自己要求嘅。你走咗之後，我入去問佢到底同你傾咗啲乜嘢，佢就一味叫我多啲同你接觸，話你係個性格開朗嘅人，又話我太冷漠，唔識同人相處。我哋嘈咗起身，20年嘅積怨終於都爆發。我將個塑料袋笠喺個頭上邊，不過我冇殺佢，淨係不停咁問佢好似隻怪物咁生存落去仲有咩意義？佢開始喊，而且係嚎哭。佢喊住咁話：當初我早知我係咁嘅話，不如當時就殺咗我。仲話佢忍受咁多痛苦，換嚟嘅居然係咁樣嘅結果。我出力咁勒實個塑料袋。爸爸佢冇掙扎，佢已經放棄，淨係用對手下意識咁想去揭開，對腳無助咁撐住地下。我勒得再緊啲，佢又撐咗幾下，就冇再喐力。下身仲流出咗淡黃色嘅液體。聽人哋講，人喺俾人勒死之前會小便失禁，睇嚟係真嘅。我大聲咁鬧佢：你呢個畜生！白大叔為你付出咗咁多，佢淨係想你好好咁生存落去，而你就殺咗佢。點知白羊又開始笑咗起身。我冇殺人，呢度發生嘅事最多係一個怪物殺咗另外一個怪物。講完，跟住佢就將燈放返去原來嘅位置，又將條白布重新冚住白大叔。
一切都好似冇發生過。佢坐落張凳度望住我。而家你仲想去揾嗰個傳說中嘅氏族咩？定係你想去嗰度做一隻雄蜂啊？白羊放肆咁大笑起身。我再都頂佢唔順，飛快咁離開咗嗰間屋。身後白羊嘅笑聲竟然冇辦法揮散，就好似刻咗入腦咁清晰。我揾到啲村民，想翻轉頭去白羊屋企嗰陣，發現嗰度已經着起咗大火，白羊將成間屋都點着咗，石牆燒到紅晒。我甚至喺火光入邊依然聽到白羊嘅笑聲。火好大，我哋直到就快天光先將火撲熄。入邊發現兩具屍體緊緊咁攬埋一齊，已經燒成咗兩條黑炭。幾個鐘頭之後，老四爺亦都死埋，冇人可以阻止佢哋嘅屍伐，就好似你冇辦法阻止落雨一樣。講到呢一度，紀顏停低咗落嚟。爸爸嘅敘述就係得咁多。佢後嚟講，可能白羊嘅爸爸係俾人施咗蛇術，五官漸漸從面上邊腐爛脫落，皮膚慢慢開始角質化，變到好似蛇皮咁樣。而白羊佢覺得係由於氏族入邊近親結婚導致嘅畸形，令佢變成咗無性人。之後爸爸終於都放棄咗揾到嗰個使用掩術氏族嘅瘋狂諗法，開始研究歷史同考古。不過佢嘅身體似乎仲係受到咗或多或少嘅傷害。如果唔係，佢都唔會咁早就突然間患病過身。佢本來遺留咗一啲關於掩術嘅手稿同埋證據圖片，亦都隨即消失。剩低嘅就得佢同我講嘅呢一個古仔。我哋聽完之後都有啲感慨，特別係李多，似乎白羊嘅身世對佢多少有啲觸動。畢竟佢早就知道自己係紀顏父母收養。四個人靜靜咁食住嘢，洛雷突然間又問：咁你啱先講嘅貞觀末年長安大亂又係咩回事啊？嗰單呢係因為唐太宗晚年嗰陣，見到自己幾個仔為咗爭奪皇位互相殺戮，毫無親情可言，有感當年自己殺弟弒兄，認為係因果循環，係報應，於是喺長安經常請人為自己開壇祈福，沖鬼捉妖。而其實令當時時局動盪嘅最大原因係反雲香嘅出現。作為寶物，佢嘅出現引發咗多方面嘅爭奪。雖然後嚟傳聞佢被帶到咗日本，但依然帶俾長安唔少嘅騷亂，所以先有後嚟太宗明令廢除掩術、關押術士嘅決定。所以唐朝以後，掩術就徹底咁衰退啦。紀顏又解釋咗一番。我話：好啦好啦，唔好講呢啲，你睇下火鍋都凍晒啦。我叫服務員過嚟加咗啲水，大家又開始食咗起身。不過我心入邊依然感慨緊白羊嘅死，或者對佢嚟講，死係一種解脫，而生存係一種掙扎。